近段消息来看，国民党今仔日宣布，反内底的公投第二阶段连署数无到30天，已经超过50万份。江启臣讲，这毋是国民党的努力，还佫有蔡总统的专断，加民进党的傲慢。另外，有关这个罢免，国民党暗算要先集中力量罢免掉基进党的立委陈碧维，再佫透过公投的气势，看是毋是会当伫同一个时间点，甲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甲罢掉。 请拉绳。含党务主管作为邮报调，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宣布，反内地公投的第二阶段人数冲破50万份。在短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在上个礼拜五其实已经打破50万份的连署。真正的因素不是国民党的努力而已，而是蔡英文的专断，更是民进党的傲慢。 江启臣嘛来做志工，体验真足调查连署数偌辛苦。不过那赢传出暗算新集中火力，罢免基进党立委陈碧维，佮延长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的连署时间，希望当含反内地公投伫咧8月28做为举办。能不能一起？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国民党能决定的。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公投。 哦，那罢免都是尊重民意，还有尊重提出的人，提出的公民团体。我们会看每一个个案的状况，来提供不一样的协助。国民党的赵少康进前捌讲过，努力透过罢免，冤冤相仇，风波几时休？洪认为是无支持立委吴思瑶和陈碧维的罢免案。 这一波跟现在是有差别的。你这一波在台面上你联署完毕这个程序以后。 我并不是说你现在联署一半，你不要联署。陈柏惟、吴思瑶这一批不要罢，我也没这样讲。当地咧准备规划，甲后一个人罢免掉，赵少康强调别去硬插，嘛认为罢免的标准伤低，那两党应该伫咧罢免过了后检讨选罢法。